乡亲，咱继续来看这个新北市的三峡发生选举暴力。中部里这个里长的候选人，昨暝10点外，伫暗巷啊，互2个生分的查甫人甲攻击，伊的头壳、甲面、甲胸坎啊，拢来受伤，当场昏去。事后，伊甲警方讲，这个对方佫甲恐吓，叫伊莫甲人选咯。互第一届来参选的伊是真惊讲，伊怀疑有人想要用这种的方式阻挡伊选里长。 其实整个是肿起来，因为就是类似那时候如有听到的声音，像那种枪托的那种声音，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还有这边就肿起来，然后还有鼻梁。口气真无奈，伊是新北市三峡区中部里里长候选人王胜伟，站出来控诉伫昨暝和2个青分的查甫人拍。直接有一人就直接就挥拳，那挥拳之后直接就说，那个已经放掉啊，不过出来选。 王胜伟想到当时的情形，犹佫会惊，讲到伊平常时会伫里内骑车的巡视，地点伫三峡区红园街。当时呢，因为暗时边仔佫无路灯，伊经过时，敢若看到路边有人影。本来当作是里面停车拍招呼，想袂到对方就甲拍，佫用台语甲骂，叫伊莫佫选啊。这个陈军就直接进来，就很咆哮，直接对本人说：“是稳调的吗？你知影我像无？ 我叫陈义民，我是还袂出手，等我出手，绝对互你死。其实，互人恐吓讲，毋是头一摆。王胜伟伫中国月底就和大埔社区发展协会前理事长当面呛声。当天我喝酒醉，我不知道我讲什么话，我都有做笔录了，不知道我有讲什么话。我对他也没认识。 头一摆参选就有这一代志，伊怀疑对手是希望伊家己替选。王胜伟已经提出恐吓甲选罢法的告诉，一切都要经法院等法官来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